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3月1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28受难者汤德章律师3月13号过往，市府5天前将即天定作为台南正义甲勇气的纪念日，要来纪念因勇敢坚强的台湾精神。今日上午由着汤德章的家属、市长黄伟哲、台南市文化资产保护协会等一个贵宾来到汤德章纪念公园，举办着追思会。3月13是台南市正义甲勇气纪念日，嘛是228事件受难者汤德章律师被枪决的日子。为了纪念伊，台南市文化资产保护协会以及汤德章家属发起追思会，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真侪贵宾，每一人手中拢摕着一蕊菊花。设行汤德章纪念公园，并对汤德章的同乡鞠躬献花，感念伊对台南的牺牲甲奉献。汤德章律师的铜像，还有我们家人啊，汤德章律师的家人一起先上前来台上前面这边献花致意，谢谢。我相信许多市民在了解了汤德章律师的事迹之后，一定会当来了解当初时因家属的心情。以及是安怎，咱无要和汤德章律师的事件淹没在荒烟蔓草之间。希望说后代的人、后世人都能够了解这个汤德章律师的事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具体的纪念汤德章律师的方式，有人提的非常多，有人提汤德章律师纪念日，有人要提这个把路名改为汤德章路或汤德章大道，那有人认为说可不可以设立他的纪念馆？其实这部分都是市府要列为考量的方向之一啊。但是这个要用一个最多人能够了解，那最多人能够接受，而且这个所需的这个费用是比较合理的。市长嘛表示，有关树设汤德章律师的纪念馆，市府将会好好思考。同时嘛，对着汤德章纪念公园位置这条道路的路口，互民众无容易出入。未来嘛会思考如何改善交通，增加汤德章纪念公园的亲近性。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为着要迎接这礼拜5台南一起来灯会点灯仪式。议会团队伫咧议长、各级主管带领所有的员工拢动起来，当咧加紧布置当中。将近50座的花灯，目前拢已经就位。议长郭信良也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做伙来欣赏花灯。伫议会广场最近不时看到工作人员正无用咧赶工，连议长郭信良嘛不时伫咧现场来指挥调度，将所有的花灯一座一座安置就位，无论是位置或者是角度，希望将上好的呈现给每一位市民。点亮台南议会一起秀台湾小小灯会在台南市议会隆重的展出，日期呢就在3月15号。晚上6点半到4月7号这段期间呢，同仁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忙碌，咱无应该要甲早点无眠无日的就要将最好的呈现给所有台南市的市民。这次的灯会的展出呢，非常的有看头，包括呢第一届屏东灯会的灯红，那么拜托作者关德改请到来。真的，总共参加的作品有50多件，还有整个的最特别的是我们的七彩灯光隧道。七彩灯光隧道的美丽和漂亮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但是希望大家共同踊跃来参与，过个平安、快乐、舒适的七彩灯光隧道。欢迎所有台南市民一起来参加。配合屏东县政府送来2座发财树。议会现场嘛布置了七彩的灯光隧道，
加上台湾灯会借来2座灯王，分别是台中感觉制作的得到机关团体组的灯王富贵呈祥，甲高中组的灯王得主光华高中的屏东风情灯，总共将近50座的花灯。预计将伫个即礼拜5 3月15号暗时，伫个议会喷水池的广场来举办点灯仪式。东港的活动将有现场的直播，并且出动空拍机。议长郭信良欢迎所有市民踊跃到场参观。整个展期对3月15到4月7号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响应劳工甲社会局大安心计划，台南市会副议长林炳利下午结合着木工工会，实际会看到北区公园北路一间价收入好的徛家，这间厝年久失修。不但厝内底漏水，而且天棚甲电线拢破破烂烂。议会呼吁爱公私协力，做伙来斗3工修理，同时也另外赠送着慰问金。位伫个北区公园北路巷仔内这间旧厝，因为主人陈先生伫个旧年过往，厝内只剩陈太太甲一对子女。毋过，陈太太这对子女却有重度的心身障碍，日时查某囝送日间照护，目前列入3款的价收入户。因为厝内年久失修，不但天棚漏水，而且电线嘛牵甲真混乱。对此，议会副议长林炳利下午也是木工工会甲公部门前往会勘，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帮助弱势家庭来修缮房屋。这套吼，因主人吼还未对年死吼，啊2个囡仔拢智障，因太太有智障，吼靠过按社会局、劳工局吼拜托按木工会吼，这个工会。来做修缮这个问题，阮当时个是知影，阮就抛砖引玉吼，来关心一下安尼。吼，今日按劳工局吼，佮木工会，即摆做一件要86件有啦，86件。首先吼，拢利用礼拜时间吼，听一寡安尼修缮的，吼做一寡工程。今次按劳工局吼，真用心就对啦。经过劳工社会局甲木工工会评估，初步爱将2楼平间的天棚来换新，同时嘛爱掠漏。另外，母女大的房间嘛爱修缮，初步估计大约需要40-50万。另外，副议长林炳利嘛代表议会来递上慰问金。整个计划预计5月动工，6月就应该完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再次针对房屋税召开记者会，因认为市长黄伟哲就是跳票，今年不但无冻起房屋税，阁要调起到81%。互议会国民党团做伙红声来批评市长黄伟哲无守信用。房屋税今年确定要调起到81%，除了引起民怨，也有较侪声音质疑市长黄伟哲当选进前所讲的冻起，啥那今年无冻起。国民党这市议员除了轮流批评，也有议员真明确来讲出，冻起甲市府明年要规划减轻调降房屋税根本无共款。在选举的时候，为什么昨天民众那么的生气？是你黄伟哲在竞选的时候讲的话，你要冻涨。我想大家要听清楚“冻涨”2个字是什么。他说那是大家不要扣他，因为他现在已经明年度的他冻涨，明年度这不叫冻涨。假如以这样的说法是3年房屋税评定，重新评定，好。那明年是由今年的房屋税评议委员会下去定的，就不叫冻涨2个字。冻涨是今年108年冻涨，而且你也是108年的市长，这才叫做冻涨。议会国民党团侪议员嘛来表示，因拢是实实在在咧反映着民众的心声，并无政治或者是选举的考量。你若唔相信，无请黄市长。你请一寡工读生去台南市的街头巷尾做街头的民调。台南市民第一不满的民调是啥物？就是房屋税。咱5月要缴的房屋税，你到降时后个月开出来的税单，要搁甲咱起价，要搁起到81%。这完全就是拢骗老百姓，票骗来了后，你就不在乎他们。
市长吴允剔来表示，房屋税是每3冬制定一届，所以任内第一届来决定房屋税，就是未来3冬才是由伊决定。今年以及过去3冬的房屋税，毋是由伊来决定。未来伊也会朝向着减轻税收的方向来拍拼。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20冬前因为车祸造成胸坎以下拢无感觉，才当倚靠着轮椅来代步的林兆坤，面对着安尼辛苦的人生，伊依然是无放弃，积极来从事各项的活动。日前，伊将伊的生命故事来写成一本册，出版了《人生无完美，但依然非常的好》。12号，伫咧市议员郭宏仪共同来举办着捐册仪式。将册来捐予南关线的学校甲图书馆，鼓励大家爱珍惜生命。红和做超级讲师的林兆坤，虽然伫20年前的车祸造成伊一世人拢会使坐轮椅，但是伊依然继续着爱伊的生命，参与了侪的活动，甚至还阁成为倒球的国手甲生命教育的老师。即届伊甲另外一位超级讲师张雅茹共同出版这本《人生不完美，但依旧好得很》，希望会使透过家己的故事。鼓励更较侪的民众。我们这一本书的这个书名呢，叫做《人生不完美，但依然好得很》，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哈。那这本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本我们的著作，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其实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只要你不轻易的放弃，其实它可以还有很多的可能。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本书，让更多人去看到所谓的正能量，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知道说，其实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只要不放弃，其实很多的贵人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同时也因为林兆坤是台南人，所以伫议员郭宏仪的牵线之下，两个人共同捐赠这本新册，予南关线的学校甲图书馆，希望予学生会使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在去年他出了这本书之后，我更觉得说，他把这20年来的一些经历，他把这些人生的历程里面写得很完整，但是他用另外一种很正向的态度去面对，互咱这社会上真侪面对问题，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去突破？他鼓励每一个社会上每一件事情咱来去突破。那他的书我把他这些书赠送给新丰区的每一所国中、高中、大学、大专院校，所以把这册给咱这少年囡仔看，对因未来一定面对人生一定有帮助。林兆坤表示，透过演讲鼓励的民众有限，所以才决定透过文字的力量来帮助更较侪的人。未来伊嘛希望会使挑战手摇3轮车的环岛，鼓励其他的新众朋友莫设限家己的人生。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员李启伟邀请台湾原生植物协会12号来议会举办着一场台湾原生植物之水的专题演讲，邀请着议员创全、陈坤和、尹爱达理甲郑嘉欣，以及侪喜爱着大自然的民众做伙来听演讲。议员李启伟表示，台湾的自然生态并无因为时代进步而减少破坏，
而且大部分的迫害主要是公部门的公共工程所造成，相对嘛欠缺保护原生植物的观念，因此特别邀请台湾原生植物学会来到议会演讲，和市府各局处拢会当了解这个问题。有鉴于这几年来当然这政府的工程的建设一直咧进行咱有看到咱这片土地安尼真济这自然的所在安尼水泥化像咱正前咱议会有真大的讨论这农家有埔这个所在原本嘛要开发落去这的一个自然的一寡地景这自然的一个生态这有咱就是阮这代有责任安尼来甲维护来甲保护。无咱的下一代即马客位有囝仔这下一代就袂看袂到安尼咱台湾遮尔美丽、遮尔水而且原生植物嘛好是这地景所以阮今仔有邀请这个团体来甲这市民朋友有甲这政府官员来甲因讲着希望因未来会让伫咧教育上建设上文化上拢会当安尼来保护着咱安尼本土原生这遮尔水这上帝赏赐上苍赏赐遮尔好的一个物件。透过原生植物学会理事长陈世阳亲力亲出的演讲，让大家更认识保护原生植物的重要，嘛让大家感觉收获满满。议员李克伟也表示，相信透过这款的活动，会当让政府相关的单位作为日后施政重要的参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图书馆除了会当借册转去厝活读以外，嘛会当借画转去厝挂伫咧墙顶来欣赏美化环境，一届会当借2个月。目前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已经准备了151幅的画作，要来借予校内的教职员以及学生，增加并培养因的人文气质。这100的画作，全部拢是参考着世界名画所制作出来的。其中有侪知名画家的作品，亲就是梵谷、米勒、莫内创作等等。而且每一件作品的后壁拢有原本作者的介绍、甲创作意境等等。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图书馆这项借画的服务，会当讲是校长一直以来想要执行的创新政策。因为我曾经工会到 MIT 去读博班那到 MIT 哈佛那里。到同学家，所有挨家挨户都有画。那我就问，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画？他说你不知道MIT、哈佛、波士顿所有的图书馆的画都是免费借阅，像书一样。我是非常的惊讶。那当我有机会当校长，我就很希望在中华医大能够复制这个，把画当书一样免费借回家。那这样，同学可以欣赏画，在艺术的陶冶里面，那提高他的素质。我们看到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哈佛、MIT， 他们的画都可以免费借。那我们也要比照他们，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像波士顿这样人文荟萃，然后能够赶上他们一流的。每一届借画期限是2个月，同款的画作上济会当借4个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希望让较侪教师或者是学生了解到安怎欣赏画，并且对图画当中来涵养家己的气质甲美感。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安南一站长期关心着安南区独居甲失能失智的长辈。伫咧今年3月份迎接了14周年，为着要感谢善心人士的支持，特别伫咧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感恩茶会甲长辈生命故事展，希望会当透过着作品呈现的方式，互参观的民众会当更加了解着长者的过去。以照顾失能、失智甲独居长辈为主的华山基金会，为了更加方便照顾当地的长辈，拢会设立在地服务据点。其中安南一站伫今年3月迎接了建站的14周年，为了感谢爱心人士的支持，13号上午特别选伫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感恩茶会，甲长辈的生命故事展。
因为华山基金会在服务长辈的过程里面，发现每一位长辈都有非常独特的生命故事，所以衍生出来我们有一个9个礼拜的创作，然后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果展。那华山基金会长期在地服务独居长辈，那所以我们目前台南 A 区服务2000多位的独居长辈，非常希望热烈能够有善事单位能够一起加入这个支持的行列，每个月1250。邀请你。这届的展览除了展示长辈家己的创作以外，嘛结合了因的生命故事，嘛加上长辈家己梦想中的模样的大型相片，要互来看展的民众都会使更加了解这长辈的过去。9个礼拜当中呢，那刚开始的时候，每个阿公阿嬷听到说，要创作，要做作品，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可是呢，我们就是利用先帮长辈访谈出他们的生命故事，所以在接着创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有感情的。像我们在讲到家庭的时候，那每个人呢就是透过手印画，然后每一只手指头，每一个手印都代表的他心目中所设定的所想的一个家人。那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很有趣。那讲到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们透过那个棉纸的渲染，让那个爱情的那个缤纷、美丽或者是温柔呢，都呈现出来。那过程当中，真的是每个长辈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开心，那也很能够触动他们内心的一个情绪。现场嘛准备了体验长辈无方便的道具，互民众拢会使提早体会到老化的困扰。华山基金会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分享，互社会大众会使更加了解长辈的需求，并且会使有更较侪善心人士加入。共同打造一个友善的社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9度至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3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